农历3月3日是5号大地劳保宣灵宫圣诞，全台西来安22号特别举办祝寿大典，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前来参香敬拜。由此可见，庙方的好人缘，除了有盛大祝寿大典，庙方更结合社会上一寡有爱心、有能力的朋友，共同关怀弱势，发送红包给北区大港、县北以及大丰3个里的家受日好家庭。庙我利用这个咱主公的生日来办的这个咱北区、大港、大丰、县北咱这3个里的这个中低收入的这个赞助案呢，因为我的这个业数是由咱区公所这个小会课的这个所登录的名册为准，所以这个登录的低收甲总收，阮以这个社会局的，咱这个低收入是以现金发2000块，总收是现金1500块，那以往是后发现金600油甲大常迄一款物件咧，上过重，所以就会用现金咧，来减轻着，因为咱这个低收入、中收入因这个手的这承担的负担咧，而且我也非常讲感谢讲，就为咱西来安所有这个心来赞助。西来安咱的咱宣灵宫劳保堂圣诞千秋的好日子，嘛感谢咱的党干事会咱的前党事长跟咱副党咱所有党干事的爱心从这个圣诞的时阵来募捐这个金额来帮助着咱大丰、大港跟县北里咱这个家属日好。北区区长李丰兴也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颁发感谢状给西来安。全台西来安同志一年恭喜，这样感谢咱西来安全党，所有党干事的合作，来帮助咱大港咱一般里的所有咱的中秋收获，来到这咱帮助伊为咱生活困难的时期。全台西来安董事长詹正义表示，这个活动已经是连续第3档举办，以后也将会年年举办，和爱心永续。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